哇，完成啊！那安尼，我有任务要交代给恁两个。哟，出你不咯？因是咧做啥物咧？因是文物整治人员哦。啥物是文物整治人员？文物整治人员就是因对文物足了解的，会晓做整理、清洁、包装，是足厉害的人哦。文物整治包括检视定录、清洁加固、文物列影加分级包装，伊伫什么所在挖出来的，伊伫第几站挖出来，遮的资料拢爱甲伊记起来，以后才有法度研究。这就是检视定录。过来就是清洁加固，文物啦挖出来的时阵啊，是毋是太高太高？伊拢有土对无？伊拢有垃圾的物件对无？咱就爱用清啊，甲伊清好清气，互大家咱看到文物，伊本来是做啥物款。安尼就是清洁加固，啊，若是有破起的所在，嘛会当甲伊倒起来哦。倒好了后咧，文物爱需要记录，拢甲伊翕相起来，互伊做一个全面的记录，这就是文物列影。过来上尾一个就叫做分级包装，甲无同款的文物甲伊分做无同款的级数了后，咱会甲伊做属于伊的盒仔。保护伊，互伊莫弄着，互伊莫去互人淹到安尼，这就是分级包装。大发呢，我请问你哦，请你讲出3项文物整治的流程。清洁、翕相、包装。请你讲出3项整治过程会用到的工具。清啊、喷啊、签啊。整治人员有需要看啥物款的特质呢？专心、耐心、清洁、翕相、包装。粘陶罐。因为包装爱开这个时间用的。这个比较简单。要，今天很好玩。因为我刚来这就好耍的，我无想要甲因讲，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就好耍的。温馨小整治人员。小朋友在听的部分吸收会比较少，但你如果自己让他切身去做的话，在他们的吸收知识其实是加倍上去的。所以我们在那边让他亲身体验去做，那他可以再往前复习到我们在那个廊道看到整治人员在整理文物的时候，其实他从预习复习，我觉得成效会加倍上去，是很棒的一个地方。那其实大发一开始他是比较害怕、比较担心他会做不好。那其实我们经过不断的鼓励，然后以及老师陪做、学习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他有突破自己那个胆怯的一面，越来越好。那他就可以开始很沉浸在这个活动里面。他其实蛮认真在做清洁那一个领域，那刷子也好，清啊、喷啊，其实我觉得他蛮投注，我觉得很棒，在那边。在很舒服的环境又很安全的环境下，那我们可以多元的去学习，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接触不同的方向。那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让孩子可以尽早发现自己的热忱所在。我建议大家都带小朋友来玩，对，因为这不管是寒暑假也好，我们平常的平日假日也好，其实这是一个可以放一整天的时间，每一个活动都去参与，亲身去体验，从中去学习不同的时代文物文化的遗产，非常推荐给所有家庭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参与。